大家好，喺呢條片入邊，我哋會睇下點樣喺 Log360 裏邊建立一個規則。如果你可以即時過濾你喺日誌入邊嘅雜音，只專注喺真正重要嘅安全事件上邊，會點呢？用 Log360 規則就正正可以幫你做到呢樣嘢。冇咩係規則呢？規則係一啲基於邏輯嘅條件，佢會監察你嘅日誌，偵測可疑模式，並且冇需要時觸發警報。無論係單一事件定係一連串有關聯嘅行動，規則都可以確保你收到最重要嘅通知。Log360 提供3種唔同類型嘅規則建立方式，每一種都針對唔同嘅偵測需要而設計。第一種係標準，第二種係異常，第三種係進階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點樣喺 Log360 裏邊建立呢3種規則。首先講標準規則嘅建立新規則，你就會直接去到標準規則建立頁面。首先輸入一個規則名稱，例如我哋可以用多次登入失敗做例子。呢個名稱應該清楚咁描述規則嘅用途，方便之後識別。你都可以加翻個描述，咁樣可以提供多啲背景資料，解釋呢個規則係用嚟偵測咩，或者點解要建立呢個規則。跟住設定嚴重程度，咁樣可以幫你分類當規則觸發時警報嘅緊急性或者重要性。而家去到動作欄位，呢度就係你嘅規則要監控邊一個特定活動或者動作嘅地方，例如登入失敗、群組變更或者遠端存取嘗試。所有規則類型加埋，一共有超過600種支援嘅動作可以嚟。你都可以選擇自定一個動作。如果要建立自訂動作，冇設定規則嘅動作嗰陣，冇建立自訂動作個掣就得。之後你就會見到需要填寫嘅設定欄位。首先輸入動作名稱，然後前選日誌類型，呢兩樣都係必填嘅。你都可以選擇性加翻描述同埋動作信息，設定你嘅動作條件，去指定咩情況之下要觸發呢個動作。當所有必填欄位都填好之後，佢建立就得。你會見到有設定篩選器嘅選項，呢一步係可選嘅。篩選器可以幫你根據欄位，例如用戶名、來源 IP 或者事件 ID，縮窄規則要反映嘅特定事件類型，最多可以加5個篩選器。下一步就係設定 LY 值，呢個都係可選嘅。佢可以幫你定義事件要發生幾多次先會觸發規則，例如你可以設定成10分鐘內有5次登入失敗就會觸發。呢個對於發現重複活動模式好有用。最後輸入規則信息，呢個就係當規則被觸發時會發送嘅警報內容。你可以喺度用句集，好似規則名或者賬戶名，令信息更加動態同有資訊。完成之後，冇建立你嘅標準規則就準備好啦。而家我哋嚟講下點樣建立異常規則。呢啲規則主要係用嚟偵測偏離正常行為嘅情況，但設定方法大致同標準規則差唔多。你都要填翻規則名稱、可選描述、嚴重程度、動作、篩選條件、Q 值同規則信息。但係異常規則仲多咗一個叫異常模型依據睇欄位，呢度就係你定義點樣識別異常行為嘅地方。你可以嚟幾個預設嘅異常模型，例如我哋可以喺用戶喺唔尋常時間登入，即係標記咗一般工作時間以外登入嘅情況。每個規則最多可以分配5個異常模型，呢啲有助系統發現咗本來好難察覺嘅細微行為變化。最後我哋有進階規則，呢啲規則係用嚟偵測多步驟事件，透過關聯一連串唔同動作，非常適合追蹤複雜攻擊模式。開頭嘅欄位，例如規則名稱、描述同嚴重程度，都同之前一樣，但係進階規則入邊嘅規則條件部分，唔只可以定義一個動作，仲可以定義多個動作，每個動作都可以分開篩選同獨立設定。你仲可以選擇將佢動作連接埋一齊，咁樣規則就只會喺特定事件順序發生時先觸發。例如多次登入失敗之後，再有一次成功登入，佢同一個部分你要叫用嘅調值定係異常模型，但唔可以兩樣一齊用，呢點好重要。呢兩個選項唔可以喺同一個進階規則入邊一齊用。最後進階規則入邊仲有一個額外部分，叫做執行設定。呢個功能可以俾你設定規則評估嘅頻率，可以選擇持續運行、每10分鐘、每小時或者自訂時間表。你甚至可以設定回溯時間窗，決定規則要檢查過去幾耐嘅事件。當你設定好條件同時間表之後，只要佢建立，你嘅進階規則就會即刻生效。
如果你想了解多啲關於 Log 360同埋佢點樣幫到你嘅機構，歡迎即刻聯絡我哋嘅技術專家。